踏入咗2025年之後咧，好多人覺得西方國家好鳩流，其實咧唔係西方國家好鳩流，而我哋東大超級勁抽，仲要係勁抽到變態嘅級別。咁大家又知唔知道我哋東大嘅實力到底係去到邊一度呢？根據聯合國嘅數據顯示，東大係全世界第一嘅工業國。到咗2023年，東大嘅工業產值咧幾乎係美國嘅2倍，佔咗全世界嘅35%。而西方國家嘅第2名到第10名冚唪唥加埋晒咧都冇我哋東大咁多。第二個咧就係鋼鐵產量，我哋東大嘅鋼產量咧佔咗全球嘅54%。嗱，你咪睇少呢啲咁嘅鋼鐵產量，有咗呢啲咁牛叉嘅鋼鐵產量咧，我哋就可以源源不斷咁樣整子彈、整飛機、整大炮。打仗咧就係打消耗戰，邊個有最多嘅架撐，邊個可以堅持到最後，邊個就可以勝利。除咗呢啲基礎嘅生產力之外咧，我哋嘅軍事領域咧亦都係十分之出眾。喺2024年剩翻個幾個月裏邊咧，我哋東大發生咗軍事技術嘅大爆發。11月珠海航展大量嘅新舊無人機對外展示，第2款嘅5代機殲35正式亮相。喺12月 MD-19 臨近空間飛行器咧對外畫面公布，西非疑似軍20嘅飛行器咧對外畫面公布。同時段成飛嘅6代機同埋審飛嘅6代機咧畫面對外公布。喺海軍方面，我哋東大一大班嘅架撐咧開始突破1、2島鏈，進入西太平洋，甚至遠到澳大利亞進行日常嘅部署訓練。喺歷史上咧，我哋東大一直係世界嘅一哥，我哋只係喺1840年到1949年之間撲咗一下街，但係我哋依家咧企翻起身啦。